这中国，伊安讲会当来买台湾，伊就无需要来拍台湾啦。哦，伊也讲有需要和台湾来改变伊的政策，吼又若无需要来拍台湾，所以咱爱准备的是足一项，对于美国来讲，唔惊这个台积电的问题，唔惊半导体的问题，这台湾这个岛屿的战略的重要性，对日本、对菲律宾、对韩国、对美国来讲，都是足重要。所以伊无法度来忍受这个中国来控制这个台湾。咱讲这中国控制这个台湾，咱第一就是讲中国有法度为这个花莲港苏澳来向东对这西太平洋出去呢，全部不管是这个海顶还是海下骹的，伊都有法度来追踪。所以对于这个台湾对美国来讲，这个会使讲是这个利益这个利益的共同体，赶快来对日本跟菲律宾。所以并不是讲这个台湾有啥物有事这个美国还是日本，因都会安尼点。所以为差不多2021年啦，咱看见这个美国加这个日本这个智库来做这个兵棋推演，其中有做这有哪加这个剧本个方式，对，国防安全研究院有这参与，咱这国防部讲这个红色差不多是为1980年代就开始讲就开始讲。我写论文的时阵，这个红色是这阵是被认为讲比来侵略、来攻击台湾更加有可能。其实最近这2冬，这美国甲台湾差不多100个、80几个啦，80几个的研究国防的学者、专家，因来做研究，因为是认为讲，这个红色是上大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差不多有80%，认为要来拍台湾的。甘菜更较低差不多有认为讲差不多60%几不过对台湾来讲，这个红色以外也有一种叫做隔离隔离的咱像咱这个这个新冠肺炎你袂当出去你爱当厝里隔离，这种隔离的意思就是讲，其他的国家不管是船还是飞机，要来到台湾，伊按讲要入来。你爱向北京还是向上海来报备伊有法度这一款是报备，另外一款就是讲，伊要求你，就是讲你该会当入去倒一个港口，袂再讲台湾全部港口全部你都要入去所以这隔离是另外一种并不是完全的军事但是比这个平时更加困难的一种台湾一个挑战其实中国有足侪专家，伊嘛知影即马台湾足侪武器，伊嘛咧思考讲2027敢真正要发动武统的行动。不如来隔离就好。无就是讲第一个要有理由你是安怎要即个时阵要发动攻击第一就是讲，市民讲袂使，我若无攻击2027年我无法度继续做，伊要攻击。伊就无即个合法性甲正当性。